好，来针对这个死亡人数，国民党台北市党部的主委黄丽金如顶人和调查约谈。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是紧急召开记者会，而且下这个动员令，号召所有的党公职应按大家到台北地检署集合抗议。台北市长蒋万安表态，讲伊一定会去。 我会去，我会去。甲蒋万安问讲，是不是会声援黄丽金如等人？蒋万安讲，司法一定爱公平公正，爱有一致的标准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